我同我團隊呢都會十分重視，同埋呢我哋會係繼續係以一個虛心嘅方式係聆聽社會大眾嘅需求。梁振英回應7·1遊行，重申會虛心聽意見。林鄭月娥亦都有落區提出展開10大民生工程，又話唔會亂開空頭支票。日本執政民主黨前幹事長小澤一郎同幾十個國會議員集體退黨。各位，睇下詳細內容。行政長官梁